你有冇試過明明銀行戶口有7位數，但見到件幾千蚊嘅大褸都要諗半日？或者見到重易食嘅嘢，因為怕三高，最後只係食2條白灼菜。你覺得自己好乖好老實，但我要同你講句好扎心、好醒腦嘅説話。人之所以老得快，係因為你對生命冇咗慾望。如果你活都連食乜嘢、買乜嘢都冇晒主權，咁你活到100歲都係受罪。今日我哋要傾下點解高質量嘅老去，一定要由唔聽話開始。我見過太多老人家推住部買餸車喺街市為咗1蚊幾毫同人爭論半日，返到屋企打開個雪櫃，裡面塞滿咗琴日、前日甚至大前日嘅隔夜餸。你以為佢哋冇錢咩？錯啦！佢哋將存摺打開，分分鐘夠買幾層樓。但佢哋就係唔敢使，覺得每1蚊都要留俾下一代，或者留俾唔知幾時會降臨嘅大病。但你有冇反過嚟諗？你而家食緊嘅隔夜飯，就係你最真實嘅人生。你每一餐都喺度敷衍自己，你嘅生命就已經喺呢啲隔夜飯菜嘅霉味入面，一啲一啲咁腐爛緊。呢種長壽唔係福氣，係一種漫長而痛苦嘅慢性自殺。如果你覺得呢個話題戳中咗你內心最深處嘅恐懼同疑惑，咁你一定要睇到最後，同埋順手訂閱呢個頻道，因為我會喺之後嘅內容逐一拆解點樣打破呢個困局。我成日話錢係要嚟嘆嘅，你辛苦咗成世人，由後生捱到頭髮白，臨老仲要守住嗰堆紙做乜？銀行戶口嗰啲數字，如果你唔拎出嚟用，佢只係一個虛幻嘅符號，同打機嗰啲金幣冇分別。只有當你將佢變成一餐好嘢，一件令你望落精神爽利嘅靚衫，一趟話走就走嘅旅程，呢筆錢先至真係屬於你。否則你只係一個幫個天暫時保管財富嘅過路財神，到最後2腳一伸，啲錢留喺度，你嘅仔女可能因為爭呢筆錢而反目成仇，或者你個蠢仔蠢女將你死慳死抵儲落嚟嘅棺材本，一夜之間使晒喺嗰啲無謂嘅投機上，甚至送晒俾電話裏把聲甜甜地嗌你阿爸阿媽嘅騙徒。你慳嚟把鬼咩？呢個世界好多規矩，特別係加諸喺老人家身上嘅規矩，都係廢嘅。咩叫做老咗就要有老樣？邊個規定60歲之後唔准貪靚？我話你知，老咗更要貪靚。你見到鏡入面自己容光煥發，嗰種由心而發嘅喜悅，係任何維他命都俾唔到你嘅。如果你唔想人生變得毫無意義，最好關注呢個頻道，聽我繼續講落去。因為接下嚟嘅內容可能會顛覆你過往幾十年嘅認知。我哋要講嘅係一種徹底嘅解放，由唔聽話開始。講到唔聽話，你首先要挑戰嘅就係嗰啲千百年嚟好似鐵律一樣嘅理財觀念。所謂積穀防饑，係我哋祖先喺農業社會留低落嚟嘅生存智慧。嗰個年代天有不測之風雲，今年豐收唔代表明年唔會饑荒，所以必須要死慳死抵，儲定糧食過冬。但你諗下，我哋而家身處嘅係咩年代？係一個物質極度豐富甚至過剩嘅商業社會。你再去信積穀防饑呢一套，就等於明明有跑車你都唔揸，死都要用對腳行路一樣，係一種不合時宜嘅固執。更何況所謂嘅饑，對而家嘅老人家嚟講，已經唔係冇飯食，而係心靈上空虛，係精神上嘅別我。
你任由自己嘅心靈餓到皮包骨，卻死守住銀行戶口嗰堆數字呢，唔係聰明，係笨拙。你睇下過去幾十年嘅通脹數據，90年代一碗雲吞麵幾多錢？而家幾多錢？你銀行戶口嗰啲數字嘅購買力，每年都俾通脹呢隻隱形怪獸蠶食緊。你以為係儲錢，其實係俾機會個社會慢慢咁偷走你嘅勞動成果。你呢一生人嘅汗水就咁樣喺通脹嘅迷霧中蒸發。你話可唔可惜？我睇過一個好可悲嘅現象，叫做補償性消費不足。好多心理學家會話俾你聽，後生嗰陣得不到嘅嘢，到咗有經濟能力嘅時候，就會瘋狂購買嚟補償自己。佢哋覺得呢種行為有啲病態。我話呢啲專家係食飽飯冇屎屙。對於老人家嚟講，補償性消費根本就係良藥。你後生嗰陣想買條靚裙，但因為要供仔女讀書，你忍住手。你想食餐好嘅，但因為要慳錢交租，你扮唔重意食。到你咗呢個年紀，仔大女大責任已了，你就應該大特買大特食。每一次你滿足自己兒時或者年青時嘅願望，你個腦就會分泌多巴胺。呢種物質係快樂嘅來源，亦係預防腦退化嘅天然屏障。你慳埋，唔單止慳走咗你嘅快樂，仲慳走咗你個腦嘅活力。科學研究已經證實，長期處於低消費慾望、低感官刺激狀態嘅人，佢哋腦部嘅神經元連接會變得稀疏，認知能力下降嘅速度快過正常人好多。你慳嘅每一蚊背後嘅代價，可能係你嘅記憶力、判斷力，甚至係你嘅尊嚴。咁樣嘅交易，你認為值得咩？呢度引申出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就係人際關係，特別係同仔女嘅關係。我見過太多父母將犧牲呢兩個字刻咗喺自己嘅額頭上面，佢哋日日同仔女講：我咁慳都係為咗你哋咋。如果唔係為咗你，我使咁辛苦呢啲説話，你以為係愛，其實係一種情緒勒索，係一把軟刀子。你每講一次，就喺仔女心口劃一刀，同時亦都提醒緊自己係一個受害者。一個成日覺得自己喺度犧牲嘅人，塊面會拉長，眉頭會深鎖，嘴角會向下彎，成個樣會變得好苦好苦。你照下鏡，你係咪想變成一個令仔女見到就想避開嘅苦瓜乾？相反，如果你活得開心，使得開心，成日笑口常開，你嘅存在本身就係仔女嘅正能量。佢哋唔使擔心你，亦唔需要背負住你犧牲嘅重擔。咁樣嘅親子關係先至係健康，先至係長久。你要記住，你開心，佢哋先至可以放心去過自己嘅人生。如果你唔想成為仔女嘅負累，更加唔想佢哋因為你嘅犧牲而內疚一世，你一定要學識點樣自私得嚟有智慧。馬上訂閱呢個頻道，我會喺之後嘅影片同你拆解更多重塑家庭關係嘅秘訣。好啦，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樣係咪即係叫我不負責任做個大花筒？當然唔係。我所講嘅使錢係一種有意識、有品味嘅投資，投資喺你自己嘅生活質量上面。呢個世界點解咁多騙徒可以得手？就係因為好多老人家，佢哋平日死慳死抵，一毫子都唔肯用喺自己身上。但係當遇到嗰啲打住高回報、健康神藥旗號嘅騙局時，卻可以毫不猶豫咁將成副身家奉上。點解會咁？因為佢哋內心深處其實都係渴望錢可以帶嚟好處，
但佢哋唔知道點樣正確咁運用啲錢去換取快樂。佢哋被恐懼支配，怕病怕死，怕俾時代拋棄。騙徒就係利用呢啲恐懼。如果你平日已經習慣對自己好，食好着好，你知道真正嘅享受係咩味道，你知道真正嘅健康係來自於身心嘅愉悅，你點會仲會俾嗰啲低裝嘅騙局呃到？所以對自己敗家一啲，買嘅唔單止係一件物件或者一餐飯，買嘅係你嘅判斷力，係你嘅品味，係你對抗恐懼嘅免疫力。你使嘅每一蚊都係喺度鞏固你嘅精神堡壘，等嗰啲牛鬼蛇神冇辦法乘虛而入。呢一種使錢嘅哲學先至係最高級嘅理財。呢個世代好多人教你要聽話，細個聽父母話，大個聽老闆話，老咗就聽仔女話。呢啲全部係狗屁。一個完全聽話嘅人同一個扯線公仔有咩分別？特別係去到晚年，如果你仲活在聽話嘅枷鎖裏面，你只會成為一個失去靈魂嘅木偶。仔女叫你唔好食肥膩，你偏要研究邊度嘅燒肉最正，皮脆肉嫩，咬落去嗰下咔嚓聲係人間至樂。醫生叫你唔好飲酒，你偏要同老友摸下杯底，飲到微醺。嗰種飄飄然嘅感覺係對抗現實殘酷嘅最佳良藥。當然，我唔係叫你同佢哋撐到行，而係要用一種智慧嘅方式去唔聽話。仔女為你健康好，你心靈但你可以同佢哋講，我食咗幾十年唔食，我會唔開心，唔開心仲易病啊！呢種唔聽話其實係一種生命力嘅體現。當你仲有嗰份我想我要我咁嘅衝動，當你仲願意為咗自己嘅喜好去爭取，去反駁，你個腦就喺度轉，你嘅心就仲係熱嘅。腦退化嗰啲嘢自然會離你越嚟越遠。我成日話人嘅身體好奇怪，你越係就住，佢就越係弱不禁風。你試下大魚大肉，偶爾放縱，佢反而適應得好好。呢個當然唔係醫學建議，只係我活咗咁耐嘅人生觀察。好多所謂嘅健康教條背後可能牽涉住商業利益。藥廠要賣降膽固醇藥，所以將膽固醇妖魔化；保健品公司要賣維他命，所以令你覺得唔食就會死。你成世人都俾呢啲信息疲勞轟炸到老咗，連食隻蛋黃都驚，食塊肥豬肉都震騰騰咁樣嘅人生，就算俾你活到120歲，有咩樂趣可言？我寧願做一隻食得痛快、活得灑脫嘅短命嘅種，都唔要做一隻終日惶恐長命百歲嘅縮頭烏龜。人生最後一程應該係一場華麗嘅謝幕，而唔係一場卑微嘅消亡。你想象下，你80幾歲行入一間高級餐廳，唔使睇價錢牌，唔使理會旁人目光，淨係隨心所欲咁點你自己想食嘅嘢。嗰種霸氣，嗰種自在，係你用幾多樽維他命丸都換唔返嚟嘅生命光彩。你想象下呢個畫面，你80幾歲，坐喺一間高級餐廳嘅窗邊位，前面擺住一杯年份靚嘅波爾多紅酒，碟上係煎得啱啱好嘅鵝肝，外面嘅夕陽金光燦爛咁照入嚟。你慢慢切開嚿鵝肝放入口，嗰種油脂嘅甘香喺舌尖化開，你再啜一啖紅酒，果香同單寧完美咁融合。你望住窗外覺得此生無憾。另一個畫面係你同樣80幾歲，坐喺屋企嗰張發霉嘅梳化上，前面擺住一碗冇油冇鹽嘅白粥，隔離係食剩半碟嘅發黃菜心。你一邊食
一邊睇住電視機裏面嘅騙人廣告，心入面擔心緊，聽日銀行會唔會加息？食完仲要洗碗，因為你唔捨得買部洗碗機。呢兩個畫面，邊一個先係你想要嘅晚年？呢個決定權一直都喺你手，由你今日點樣運用你嘅積蓄，點樣對待你自己開始。人生冇得彩排，每日都係現場直播，你仲要委屈自己到幾時？如果你唔想你呢世人嘅結局係後者，記住訂閱呢個頻道，我哋一齊學習點樣活得更有底氣。講到呢度，我一定要同你分享我嘅秘訣，就係玩物養志。好多人細細個就俾人教導玩物喪志，好似只要係玩嘅嘢都係唔正經嘅，都會令人墮落。呢個絕對係一個世紀大騙局。你睇下古今中外邊個有大成就嘅人，唔係對某一樣嘢沉迷到發癲。佢哋之所以成功，唔係因為佢哋好刻苦，而係因為佢哋覺得嗰樣嘢好玩到不得了。對於老人家嚟講，玩更加係一劑萬能靈藥。孤獨同無聊先係老年人嘅真正殺手，而玩樂就係呢兩個殺手嘅天敵。現代醫學研究已經指出，長期嘅孤獨感對健康嘅損害，相當於每日吸15支煙。你與其孤零零咁喺公園呆坐，不如揾樣嘢去沉迷，去玩到忘我。呢個就係最好嘅養生，我嘅生活。好多人覺得好奢華，話我成日住酒店，又請秘書，又請團隊服侍我。你哋以為我係有錢冇地方使錯啦？呢個係我精心計算過後覺得最精明嘅決定。你諗下，如果我買一間大屋，我要花幾多時間同精力去打理？間屋漏水點算？冷氣壞咗揾邊個整？花園啲草要剪未？呢啲瑣碎事，每一樣都會消耗你寶貴嘅精神同心力。但係我將呢啲全部外判晒住酒店，一打電話就有人幫我搞掂晒所有嘢。我嘅時間同心神全部用嚟做我鍾意做嘅事，研究去邊度揾好嘢食，寫書法，上網睇最新嘅信息，同埋啲得意有趣嘅後生仔傾偈。我唔係被動咁等靈感，我係主動咁去追尋快樂。呢種將家務同雜事斷捨離嘅做法，係我保持頭腦清醒、情緒穩定嘅最重要原因。你辛苦咗成世人，絕對有資格喺最後呢段路買起自己嘅時間同自由。一定辛苦嘅事，絕對唔好去做。呢個係我晚年最高嘅生活哲學。如果你都想學識點樣瀟灑咁斷捨離，將人生嘅垃圾時間轉化為黃金時間，你就要跟實我呢個頻道。你睇我研究美食，你以為我只係為咗把口？你錯得好交關。食物嘅學問博大精深，一粒米由插秧到收成，經歷過幾多風雨？一定係醬油由發酵到可以上碟，經過幾多時間嘅沉澱。當你深入研究，你會發現呢個世界每一個環節都係學問，都係故事。我為咗揾一粒好嘅乾瑤柱，可以去到日本北海道同當地漁民傾偈，了解佢哋點樣曬製。呢個過程之中，我行咗路，曬咗太陽，學咗新嘢，識咗新朋友。你話呢啲活動係咪比你企喺公園入面呆呆咁甩下手腳嗰啲所謂運動有益得多？你嘅大腦喺呢個過程入面係全速運行嘅，佢嘅記憶味道、比較質感、分析做法，呢一種複雜嘅感官刺激，就係預防腦退化最好嘅訓練。當你每日忙住去發掘呢個世界嘅好嘢，你邊有時間去驚死？邊有時間去自怨自艾？
興致先係靈魂嘅最強防腐劑。我哋成日講還物喪志，但係我更相信還物養志。你養嘅唔係乜嘢宏大志向，而係養住你嗰啖氣，養住你對生命嘅熱情。呢啖氣唔散，你就唔會老。呢個世界好奇怪，好多人一到咗老年就開始沉迷於嗰啲所謂嘅健康信息，每日量住血壓，數住心跳，計住卡路里，將自己變成一個充滿數據嘅機械人。佢哋好聽醫生話，呢樣唔敢食，嗰樣唔敢做，生活範圍逐漸由一個廣闊嘅世界收窄到只有屋企同診所之間嘅距離。我唔係話叫你唔好理自己嘅身體，而係叫你唔好俾呢啲數字騎劫你嘅人生。一個人如果淨係為咗延長生命嘅長度而活，而完全放棄咗生命嘅闊度同深度，咁你呢一生同一條鹹魚有咩分別？你要追求嘅唔係將身體檢查表上面全部係綠色，而係你每日瞓醒係咪都有嘢期待，係咪都有嘢想做，係咪都覺得呢個世界好有趣、好好玩？你要追求嘅係一個有趣嘅靈魂，而唔係一副無病嘅軀殼。呢度又返到去一個好核心嘅問題，你點樣睇你自己？你當你自己係一個等緊埋單嘅食客，定係一個就喺廚房做緊新菜式嘅大廚？如果你係等埋單，你嘅心態自然係消極嘅，係等待嘅。時間對你嚟講只係倒數，每一秒都係煎熬。但如果你當自己係個大廚，你就會好忙碌。你會諗下，雪櫃仲有咩材料可以點樣配搭？點樣可以煮出一道令自己驚喜、令人讚嘆嘅菜式？你嘅焦點係創造，而唔係消亡。呢種創造未必係要做出咩驚天動地嘅大事，可能只係為自己沖一杯靚茶，插一盆靚花，寫一幅好字。重點係你要做自己生命嘅創造者，而唔係被動嘅旁觀者。當你攞返生命嘅主導權，由聽話模式切換去自主模式，你就會發現你嘅精神狀態同身體機能會因為你呢種心態嘅轉變而變得充滿活力。呢個就係我成日講嘅精神嘅健康比一切都重要。記住，你才是你自己生命嘅大廚，唔好將招鍋鏟交俾任何人。如果呢個比喻打動到你，請你而家就訂閱我哋一齊研究人生呢道菜應該點樣煮先至最和味。我見過太多人呢，大半生都係為咗滿足別人嘅期望而活。生嗰個真為咗父母嘅期望去讀一科自己唔曾意嘅科目，做一份自己厭惡嘅工作。到咗中年，為咗仔女同家庭死做爛做，連少少嘅個人嗜好都冇。到咗晚年，好唔容易甩難，卻又自願跳入另一個籠牢，就係為咗做一個旁人眼中嘅好爺爺、好嫲嫲、好公公、好婆婆，將自己剩餘嘅人生同精神完全綁喺湊孫呢件事上面。我唔係話唔好湊孫，享受天倫之樂係一種福氣，但前提係你要享受而唔係犧牲。如果你係因為怕俾人話你唔負責任，怕仔女唔高興，而逼自己24小時 on call 咁去做免費保姆，咁你同一個冇得出糧嘅工人有咩分別？你嘅人生呢？你嘅自由呢？你有冇諗過，當你連去個廁所都要匆匆忙忙，連同朋友出去飲餐茶都充滿罪惡感嘅時候，你嘅尊嚴同自我就喺呢啲所謂天倫之樂嘅糖衣包裝下，一啲一啲咁被侵蝕殆盡。你要搞清楚個次序，你首先係
首先係一個獨立嘅個體，然後先至係人哋嘅父母、祖父母。如果你連自己嘅生活都過得唔好，你點樣將快樂帶俾你嘅後代？一個終日怨氣沖天，覺得自己被個孫困死嘅老人家，佢身上散發出嚟嘅負能量，對小朋友嘅成長絕對唔會有好處。相反，一個見識廣博、心態年輕、有自己精彩生活嘅長輩，佢同孫仔孫女嘅相處先至係高質能嘅。你可以帶佢去博物館，去食好嘢，同佢講你旅遊嘅有趣見聞，而唔係淨係識得喺公園入面同人爭千秋雲。你本身活得精彩，就係俾後輩最好嘅禮物同榜樣。所以你更加要識得自私一啲，將時間同金錢投資返喺自己身上，去學新嘢，去玩新嘢，去建立一個令自己快樂嘅晚年王國。你要做一個值得被愛嘅人，而唔係一個只係等人可憐嘅老人。呢種自私其實係一種最高階嘅無私。點解咁講？因為你將自己打理得健健康康、開開心心，你就唔會成為仔女嘅負累。你諗下，一個終日病痛纏身、怨天尤人，需要仔女貼身照顧嘅父母，對仔女嚟講係幾咁沉重嘅壓力。如果你能夠靠自己嘅玩樂，保持身心嘅敏銳同健康，直到生命嘅最後一刻，你都係獨立自主、優雅從容咁生活。你留俾仔女嘅就唔係一堆麻煩同醫療帳單，而係一份無價嘅安心同埋一個美好嘅回憶。呢個回憶係乜？就係佢哋諗起你嘅時候，唔係諗起病床前嘅呼叫聲，而係諗起你臨走前一個禮拜仲喺度同佢哋開開心心咁飲茶，討論緊下一季去邊度玩。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愛。愛從來唔係將自己燃燒殆盡去照亮別人，而係嗰將自己變成一個發光體，令身邊嘅人都感受到溫暖同光明。好啦，講返點樣具體實踐呢種生活。我成日都話要維持對呢個世界嘅好奇，好奇心係保持青春嘅不二法門。你有冇發現細路仔點解咁精力充沛？因為佢哋乜都覺得新奇，乜都想摸下試下。你都可以一樣。你有冇試過認真咁去研究一部最新嘅智能手機？唔係淨係用嚟打電話同睇 WhatsApp，而係研究下佢啲影相功能，點樣可以影到靚一靚嘅食物相，研究下點樣用社交媒體去追蹤你，曾經嘅作家、廚師、藝術家，睇下佢哋每日分享緊咩新鮮事。科技呢樣嘢，千祈唔好覺得係後生仔嘅專利，更加唔好怕唔識。你越係驚，你就越同呢個世界脫節。你要抱住一個玩嘅心態，撳錯掣有咩所謂？最多咪由頭撳過。問下啲後生仔，佢哋多數都好樂意教你。呢個過程你又可以同佢哋打開話題，拉近距離，一舉兩得。你個腦係要用嚟思考新問題、學習新技能嘅，而唔係用嚟記住啲陳年舊事同埋啲無謂嘅煩惱。喺投資自己方面，更加唔可以手軟。你可能會話邊有咁多錢啊？又係呢句錢，你唔拎出嚟用，佢只係一堆數字。你用喺自己身上，令自己開心，佢就變做你嘅生命能量。你趁意飲茶，與其去茶餐廳飲啲10蚊壺嘅茶渣，不如儲少少錢去買一條真正靚嘅鳳凰單叢或者正岩大紅袍。你返到屋企，用一套自己從意嘅茶具慢慢沖泡，聞下嗰種幽香，揼真嗰種回甘，呢一刻嘅享受所費無幾。但
帶俾你精神上嘅滿足感係金錢難以衡量嘅。你將錢使喺呢啲可以令你產生幸福感嘅地方，就係最好嘅投資。呢啲體驗會成為你記憶中嘅一部分，冇人攞得走，亦都唔會貶值。你帶住美好嘅回憶離開呢個世界，總好過帶住一本充滿數字但冷冰冰嘅存摺離開。再講深一層，就係要學識同自己和解，接受自己嘅唔完美，接受生命嘅無常。沮喪呢樣嘢就好似傷風感冒，來就來，冇咩咁大不了。你唔使抗拒佢，更加唔使驚佢，俾佢嚟同佢坐一陣，好快佢就會自己走。面對變老，更加要學識欣賞每一個階段嘅風景。後生嗰陣有青春有體力，到咗中年有閱歷有智慧，到咗老年你有嘅係自由同時間。呢啲係用幾多錢都買唔到嘅奢侈品。你唔使去染黑啲頭髮去扮後生，更加唔使去拉平塊面去對抗地心吸力。歲月留喺你面上嘅痕跡，每一條都係你嘅故事，都係你人生嘅勳章。你要做嘅唔係去隱藏佢，而係用你嘅笑容同自信去照亮佢。一個從容、有內涵、有幽默感嘅老人家，嗰種魅力絕對唔會輸俾一個青春無敵但腦袋空空嘅後生仔女。你要活出你嘅年紀應有嘅味道，呢種味道叫純，係要經過時間嘅淬煉先會散發出嚟嘅。各位辛苦咗一世嘅老友記，你唔欠仔女，你唔欠社會，甚至乎你都唔再欠呢個世界任何嘢。你唯獨最對唔住嘅係你自己。你用咗大半生嘅時間去演好員工、好父母、好市民呢啲角色，到咗呢一刻，你唯一需要演好嘅角色就係你自己。由今日開始，學我咁大膽啲唔聽話，大膽啲玩物養志，大膽啲對自己好。將你嗰本唔敢喐嘅存摺變做你精彩晚年嘅入場券，去吃你想吃嘅嘢，去買你想買嘅嘢，去見你想見嘅人。將你嘅人生由生存模式切換去生活模式。餘生好貴，請你盡情放肆，唔好等到食唔到行唔喐嗰日先至後悔，點解當日冇對自己好啲？人生最大嘅遺憾唔係失敗，而係我本可以。我哋頻道依家衝刺1萬訂閱大關，如果你聽完我呢番說話，覺得成個人鬆晒，覺得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咁對自己好啲，請你一定要訂閱支持我哋，點個讚轉發俾你嗰啲仲喺度死慳死抵仲未諗通嘅老友記。呢個頻道就係我同你同所有想活得通透嘅人嘅一個秘密基地嘅。我哋喺度一齊學習點樣對自己好，點樣優雅咁變老，奸一票嚟㗎添。點樣將生命嘅下半場踢得比上半場更加漂亮。你嘅每一個訂閱都係俾我最大嘅鼓勵，亦都係俾你自己一個承諾。承諾由呢一刻開始，你會好好咁愛自己。我哋一齊老得優雅，活得過癮。我哋下集見。